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ndy。大家，你平時閒嘅時候中意做乜呀？咁我平時啦，閒啦，我就中意播電視劇嘅。咁我啦，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電視啊。又好朋友對，又好同我好嘅，中意睇電視啦，播電視劇嘅。好啦，會啦，以前啦都好中意啦，喺韓國嘅日本嘅依類電視劇啦，佢偶然啦會最中意睇嘅係香港嘅電視劇啦，啊，由細到大一直都好中意睇香港嘅電視劇，TVB 拍嘅電視劇啦，我覺得好好睇。最近啦，我又最近一部電視劇咯，佢入邊嘅女主角啦，我好中意佢，我覺得佢拍嘅戲，好好，拍嘅電視，好好，佢又好靚女，佢支電視劇喊乜？佢支電視劇喊正嘅女性，未同大家有冇睇過佢支電視劇咧？最近都好紅啊，好多人睇佢支電視劇，佢入邊嘅女主角啦，都係謝淑曼啦，阿謝，男又好多人中意阿謝，佢阿謝有佢支電視劇入邊啦，佢係做法官嘅，好啦，我都記住覺得啦，依家人睇佢支電視劇都好好嘅。藝人可以同啲小朋友一齊嗨，佢會係講亦好有夠演技噶啦，好今日同大家講一下電視劇啦，佢未同大家亦中意喺哪個國家哪個電視劇或哪呀，亦有冇中意嘅女明星或者男明星咧？你覺得誰拍嘅戲，你覺得好好睇嘅，佢拍嘅電視劇，好好睇嘅，佢都可以啦，留言 comment 講俾我聽哦，咁我下輪要見啦，拜拜。